太子殿下，多用国拜将求和，向您进献了珍宝。抬起头来，殿下，您看他们怎么处理？全都杀了！动手！护驾！护驾！东瀛派遣刺客行刺于东，罔顾父王下旨停战的美意。既然如此，即刻拔营，血洗东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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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岳统领，我们刺杀太子失败了。断了的刀也是无用的。太子殿下，我们很快就会见面。殿下，已经查过了，那些刺客又是碎星谷的人。有了，太医，你先撤吧。孤知道，拿他们换了3座城，够本。殿下，您这旧伤不能不当回事儿啊！这隔三差五总有刺客来刺杀你，真是……明日启程，停战，回陈京。东瀛镇内乱，正是大好的机会。在这节骨眼上，急召您回去成亲，陛下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杜宾，不可胡言。是。喜迎太子妃！据说永国公家的小姐贤良淑德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从未有人窥见其真容，正可谓女德之典范，与太子真是天作之合呀！哎呀，这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呀！对，如此良缘，实属难得。哎，难得难得。
太子殿下神龟，留有口谕。什么？死了？太子妃，跪听。殿下怎能如此狠心？我还没有拜别父母，我父亲尹国公。太子妃，在大臣，皇家女眷殉葬乃是传统，想必尹国公也会以您为荣。先帝驾崩时，前皇后也是以头枪毙，殉葬归田，还请您不负众望。请太子妃殉葬。自己命短，让女人殉葬，真是命短鬼计长。太子殿下交代了，若是您伤心过度晕倒的话，就由属下亲手送您上路。太子妃，选一样吗？我不能死，我已经有了身孕，是太子殿下的。传太医。